好，亚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啊，请咱将咱的手机啊关机，也是静音。就用感谢建立伊圣殿的门，就用上赞建立伊的殿宇，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刷到万代。这时，请咱做伙吟诗来阿罗上帝，圣诗第235首，圣诗235首，恁着先写至大上帝，请咱起立来吟传首。请坐。这是咱同心阿道来祈祷。亲爱的上帝啊，感谢主，让我们在母亲节这个特别日子里，一同来到你的圣殿，一起来礼拜。感谢你主你的供应，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恩典够用，不致缺乏。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
有时我们会信心不足，无法将所担忧的事全然交托给主。我们在忙忙的生活中，有时为了地上的事忙碌，而忘了与主亲近。以上这些都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今天聚会祷告，求圣灵帮助敞开我们的心门，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到智慧，领受牧师所带来的你想跟我们分享的话语。接着，我们为着世界的平安祷告，为了已持续已久的俄乌战争以及最近伊朗与美国的冲突，求主你赐下智慧给各国领袖，祈求和平能临到全世界。近来忽冷忽热的天气让人容易生病，求主保守会友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给长辈和小孩足够的体力和免疫力。身体正在受病痛所苦的会友，也恳求主来医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前会友吴圣德牧师一家来祷告，求主你亲自安慰牧师娘及3位小孩，愿主的灵亲自安慰扶持众遗族。接着我们也为着教会的会友来提名祷告，求主保守魏清炯夫妇、林美鹤姐妹、郭嘉怡小朋友、有正义弟兄、蔡佑林弟兄。主啊，他们的需求、他们的身体、心灵的需求，都求主你来带领他们身心灵来成长、来茁壮。最后，我们为着教会的建堂事工以及将要推动的各项福音事工来祷告，恳求主与我们同在，一步步带领我们，让会友在服事以及建堂的过程中，能更合一、更团结，也更甘甜。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勇气，去面对一切的难题和挑战。这是我要用主你加赐我的安尼祈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予我，赦免我的过犯，亲像我也有赦免过我的人，无你予我入死，就叫我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先来启应，启应文第37篇，也是箴言第23章。我来启，请兄姐来应。我的囝啊，你的心若有智慧，我的心会真欢喜；你的嘴若讲正直，我的心会真快乐。毋通偏袒歹人，就不时敬意上主，将来一定有望。好去。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互你的心行正直的路，着查探是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嘛，毋通看轻伊，着买真理，毋通卖，嘛着买智慧、教师甲能力。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着互你的父母欢喜，互使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就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这是请咱重新来领受上帝的话，记家己列王记下卷第22章第1节到第2节。咱先来读第一的第1节。约西亚坐位的是8岁，伫耶路撒冷做王31年。伊的老母叫做亚底代，是波斯加人亚达乃的查某囝。伊做上主看最好的事，行因祖先代笔的路，无偏左偏右。撒只，咱来读列王记上卷30章21节到22节。21节。所罗门的囝罗波安
伫犹太做王。罗波安在位的是41岁，因伫耶路撒冷做王17年。耶路撒冷是上主对以色列总建之，就将拣选予人来敬拜伊的城。罗波安的老母叫做拿玛，是阿门人，20节。犹太人民做上主看做歹的事，因犯的罪比因列祖所犯的更加重，激动上主怨妒。接着我们来读国语和合本的，然后回到列王记22章1到2节，第1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迦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先大卫一切所行的道，不偏左右。接着列王记上14章21到22节、21节。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罗波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所犯的罪惹动他的妒忌，比他们的祖先所犯的一切更严重。愿上帝祝福凡听他的话并照着去行的人。这是主日学甲青少年团契被传咱来学罗上帝，伊所要用的诗歌是《妈妈的心，妈妈的眼睛》。闪一闪亮晶晶，就像妈妈温柔的眼睛。是我成长的建议，是我成长的心情，记录着我成长的心情。繁星呀繁星，一闪一闪亮晶晶，就像妈妈温柔的眼睛，是我成长的牵引，是我成长的心情，记录着我成长的心情。我有很美丽的心，是天父亲总在说明心。
感谢主日学甲青少年团契，愿一切水的歌声，响在芳芳的地，去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仔日要为咱见到的是本堂的林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母亲的影响力建立与拆毁之间的关键。将时间交予牧师。兄弟平安。今仔日是母亲节，所以伫遮来祝咱所有的姊妹，甲着安尼单亲照顾孩子的弟兄母亲节快乐。所以嘛，请你来你左右两边的这做母亲的甲因道一声母亲节快乐。今仔日咱安尼都好，要伫咧即个母亲节，要同齐来思考一个真重要嘛，但是却是会时常被忽略的一个主题，就是老母会对囡仔即个属灵性命，甲着伊的人生方向的迄个真深远的即个影响。咱圣经内面有安尼真侪遮个伟大的母亲，但是今仔日牧师要特别安尼用着两个对比的老母，一个是敬虔的老母，叫做亚底代，伊的囝是犹大王，安尼约瑟另外一位是安尼影响非常的大，却是带来即个负面的结果的一个老母，就是阿文人拿玛。伊的囝是罗波安，这两位的老母带出两种完全无同的迄款安尼性命的迄个轨迹，嘛影响规个整个的国家的命运。所以咱大声要来看即个安尼敬虔老母的即个榜样亚底代甲着伊的囝约瑟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伫咧《列王记》下卷的22章第1节，安尼去讲着讲，安尼约瑟伊作为第时8岁，做伊做做安尼做王的时阵是8岁，伫耶路撒冷做王31年。伊的老母叫做亚底代，是波斯加人阿代雅的查某囝。伊做上主看做好的事，行伊的祖先大卫的路，无偏做偏右。伫咧即个真安尼讲表面来看，即个真简单的即个记载，这是一个真简单的记载，但后壁都无吼。但是伫咧古代，咱的即个圣经的记载内面，老母的名被特别记载，有真代表安尼。伊对即个囡仔的影响是安尼极重要吼。约瑟王是伫咧圣经内面安尼真少数被安尼讲被高度评价的君王吼。伫咧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面，我讲约瑟伊安怎？伊做上主那个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上帝对伊的评价。佮讲伊行伊祖先大卫一切所行的道，无偏左右。也因为即个约瑟王，伊的款安尼。行耶和华看做眼中看做正的事，就即个国家安尼带来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属灵的复兴。即款安尼的性命毋是一种安尼讲，咱讲叫做凭空出现的吼。伊是因为即个你看嘛，伊做王才8岁，另外一个是做王的是41岁。一个8岁，结果安尼伊受安尼，互上帝甲伊肯定讲，安尼伊行耶和华眼中看做正的事。所以即个安尼约瑟
约瑟啊，伊伫咧8岁登基，伫咧迄款安尼，迄个时阵是会用讲国家动荡，充满迄个偶像崇拜的时代。伊却伫咧迄个时代，伊选择安尼追求上帝。伫咧即个背后，咱就用真清楚知影，安尼伊安尼有可能，嘛会通讲是受到伊的老母安尼伫咧早年的时阵会对伊的迄个教导。所以老母是迄个囡仔上早的即个属灵的导师。伫咧囡仔伊也无法度去理解即个世界进前，伊大先看见的是老母怎样安尼敬拜，搁怎样祈祷，也怎样去面对困难的时阵爱安怎处理。亚历代可能无徛伫咧即个历史的舞台中，但是伊伫咧家庭内面的迄个敬虔，何况伊是安尼踮伫咧即个所罗门王，种大笔王朝的即个内面，诚做一个安尼王后，伊伫咧中间，也有阁有侪遮的嫔妃等等遮的，但是伊却是伫咧迄中间来影响伊的囝儿，诚做约瑟伊的性命的迄个根基。所以咱就会通知影讲，即个约瑟安尼受到伊的老母的迄个影响，至到伊有法度伫咧伊安尼较成年的时阵，后来去找到即个律法册，伊就伫迄中间来安尼找求上帝，伫遐来安尼带着全国的百姓来悔改认罪。第二就是迄个医生，伊即个做老母的亚历代安尼，伊伫遐安尼诚做即个囡仔安尼的迄个上重要的即个榜样。囡仔毋是干那只有听信仰，乃是看信仰。如果老母教导囡仔着敬畏上帝，但是伊家己却活伫咧迄款安尼拄着代志着抱怨安尼拄着挑战的时阵，伊所活出来是一个无信、毋信迄款安尼的迄个性命的时阵，即个囡仔伊会真紧就看安尼讲，很快的就看穿讲看透即个老母伊所讲的，甲伊所活出来是无共款的。但是一个老母若伫咧困境的内面，犹原伊信靠上帝，即个囡仔伊就会通真明白、真清楚了解讲上帝是真的。约瑟王后来伊伫遐拆毁即个偶像安尼洁净圣殿恢复迄个律法，迄款安尼勇气甲伊的迄个信念往往是因为即个早年伊所看见的榜样。即个榜样毋是别人，就是伊的老母。所以即个老母以身作则，安尼以身作则，比迄个言语是更较有气力。第三，即个做老母的，伊教导着将阳光来归伫上帝的迄款安尼性命。一个敬虔的老母，毋是干那教导囡仔安尼成功，乃是教着将一切阳光归互上帝。约瑟安尼，伊伫咧听见即个律法册了，伊就伫遐来谦卑安尼来反悔，带领百姓回转转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拄好是咧显示伊的内心内面迄款迄个伊内心迄种真正的王。虽然伊是王，但是伊心内迄个真正的王，毋是伊家己。乃是上帝，伊尊主最大，伊将阳光安尼归伫上帝。迄款安尼的生命观，拢真有可能是对伫伊的老母的迄个塑造来做开始。所以咱就会通看见一个老母对一个囝儿的影响毋若是敢若影响伊的个人，嘛影响着伊的规个国家。煞遮咱来看一个无共款的咧。这是另外一个对比，就是罗波安的老母，即个
阿文人拿玛。罗波安的老爸是所罗门王，也就是咱时常咧讲即个智慧的王。但是即个智慧的王为着安尼要甲着即个周围的国家会通维持一个真和平的关系，伊就采用即个和亲政策。所以伊带周围国家的公主，圣经内面记载讲安那，伊有迄落讲讲伊有王妃啦，伊有王妃700个拢是公主，佫有嫔妃300。也因为安尼，伊所带来以色列国家的分裂，最后递到灭国的即个开始。这也就是牧师一直不断伫遐强调，到底所罗门所向上帝讨的智慧，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智慧？佮迄个智慧到底有帮助伊抑无？拿玛是所罗门所有的遮个嫔妃内面，会通讲是会通讲上互所罗门王看重的一个。但是即个公主，伊毋是别个，伊拄好是以色列人的世仇，阿文人的王室的后代。一个背景甲着信仰，拢甲以色列无共，伫咧政治联姻的一个王室公主。所以咱伫咧圣经内面会通看见一个安尼款的记载，就是所罗门王伊伫咧晚年的时阵，伊受到这位拿玛的即个诱惑，包括其他外邦的遮公主的诱惑，特别所罗门伊就为着即个拿玛伫咧以色列安尼建造即个阿文人的神明，美丽宫，甲着即个摩洛的即个丘坛。咧伫咧列王记上悬宰章内面有安尼记载，毋但安尼，伊佫诱惑所罗门王的心，甲伊对起安尼对别个神明，致使到全以色列百姓同齐来效法，比到全国全陷伫咧迄个罪的中间。即个罗波安，伊就是生长伫咧即款安尼的环境的内面。老母若无坚定正确的信仰，甚至带来错误的价值观，即个囡仔真恶劣，会通行伫咧即个正路顶面。所以当罗波安伊安尼继承所罗门的王位，面对着百姓来向伊请求讲会通减轻因的即个百姓的重担的时阵，伊所表现出来却是一个骄傲自大。伊听叹遮个少年辈的建议，伊采取搁较强硬的迄个政策，结果就是伊的国家一夕之间一分为二，10个支派从来离开。所以咱就会通看见老母的影响，甲着老母的信仰所带来的结果的差别。这个罗波安，伊怎样安尼骄傲自大？伊安尼讲，伊讲，我的小指头，我的小指头比我的老爸腰较粗啊。即句话充满骄傲甲着迄个对伫迄个权力的迄个迷失。即款安尼的性格，毋是一夕之间造成的，乃是迄款会通讲是伊长期的迄个对伊的迄个塑造。你通想象，伊几岁做王？41岁。伊做王做几年？敢若17年。会通讲一个原底一个好好的国家交伫伊手的，马上崩盘。当老母若无教导即个伊的细囝，着谦卑敬畏上帝，反倒伊伫遐来重视伊的权势地位，甚至来伫遐看重迄个享受的时阵，即个囡仔就真容易形成迄个自我中心的迄款安尼的价值观。
如果是安尼的时阵，安尼咱今仔在教导咱的囡仔的时阵，咱到底咱所教出来的囡仔是怎样？咱怎样教导伊？即个囡仔伊伫咧未来就要成做啥物款？罗伯安的错误，毋是干那伊个人的失败，乃是规个国家的灾难。所以，迄个家庭的问题会扩大到变做真做迄个社会的问题。老母的影响有可能会安尼延伸到规个世代。所以，咱会通对伫头前，咱头拄两位的即个老母的即个对比，来即个两个以色列王，吼，甲着伊的老母的即个例，咱会通看见。就是一个敬虔的老母，会通建立一个敬畏上帝的世代；一个价值观错误的老母，会将伊的厝，甚至国家带往伫败坏的即个方向。所以老母的伊的迄个角色，毋是干那只有干那讲照顾即个囡仔的迄个成长安尼尔，伊搁较是咧塑造囡仔的灵魂。所以咱要过来。看安尼，头拄看是圣经的例，安尼咱即马要来看现代老母的例。第一个例就是美国的总统林肯。林肯伊捌来讲，伊讲我一切的成就拢归功于我的母亲。我一切的成就拢归功于我的母亲。伊的老母南希虽然因安尼生活伫咧迄款安尼真讲贫困，却是教导伊着成做一个诚实、敬畏上帝、疼人的一个人。伫咧迄款安尼教导的下面，互林肯伫咧国家安尼上黑暗的时代，伊依然选择正义甲着迄个良心来治理伊的国家。这就是一个军代老母用着安尼水的信仰来教导伊的囝儿，互伊的囝儿以后会通成做国家的迄个祝福。第二个咧就是即个约翰卫斯理的老母。即个老母约翰卫斯理伊老母伊逐工为着伊的囡仔来祈祷，也教导圣经。甚至伫咧真无用的迄款的生活中间，依然伊坚持迄个安尼属灵的迄个教育，所以伊培养出毋若一位，乃是真侪位影响世界的即个属灵的领袖。这也就是即个卫理公会安尼的迄个，就是受到即个约翰卫斯理的即个影响。咱就会通知影，所以咱会通看见，安尼一个老母的迄款安尼的影响，会毋若是干那迄个伊的生命成长会无在伫咧即个伊的生命舞台的大势，乃是在伫咧伊对信仰是毋是有忠心，甲着迄个坚持。所以咱也要来搁一摆来提醒咱所有安尼。做老母的，咱的生命比咱的教导搁较重要。咱的囡仔安尼不断伫遐咧模仿着我们咱的细囝会模仿咱的态度、咱的价值观，甲着咱的信仰。我真清楚伫咧我细汉的时阵，我的老母骑着铁马安尼。每一礼拜就载我去到伫教会，我伫咧伊身躯顶面看见伊怎样安尼用着伊的迄款安尼信仰的迄个榜样来互我看。虽然我细汉我面顶有无这个，所以我自细汉我就真够作业因为家里只有我最大但是。想哪会家里我最大是阿嬷挺醒我，阿嬷好不容易生了一个金孙，
所以我自细汉的时阵就横着走路所以我是属于螃蟹一族的。但是我的老母伊伫个我细汉的时阵该讲的时阵就讲我是互阮妈讲了上忝的。但是我的老母伊就算讲到伫现今，我拢知影我的老母伊为着阮兜我的所有的姐，包括我以及阮的阮妈妈下骹遮的囡仔所生的遮的孙伊拢一个一个为因来祈祷。这就是我的老母这也是也是阮的家教。所以阮对囡仔就阮无有啥物款恶担当的事，就是因为阮将囡仔交代伫上帝的手里。所以亲像当我去读新人院的时阵，我无法度陪伴我的囡仔，我就将囡仔安尼交代伫上帝的手里。我向上帝祈祷讲：主啊，我安尼这时阵我要离开厝的去到伫新人院来读册我无法度去陪伴我的细囝，我就伫遐来将我的囡仔交代伫上帝的手里。因为我知影我家己会用做的真有限，但是上帝会用做的却是无限。当我的细囝伊需要有一个老爸的形象的时阵，但是却我无在场。我的细囝伫咧迄个时阵，伫咧幼稚园开始要学就是要有父亲的形象的时阵，我是不在场的。但是伊无生顾养伊，今仔日嘛有来，我将因交伫咧上帝的手里，所以上帝就为我备办捌侪将我遮个信仰的同伴同齐来陪伴我的细囝，所以因共款会通伫咧我的遮个信仰的同伴顶面，因安怎伫咧忠心服侍上帝，因伫遐看见迄个榜样，也佫看见伊的父母伫咧教会内面所做，因就伫遐来学习。信仰就是安尼来受到培养，所以咱的性命比咱的教导更较重要。你安怎活出来，囡仔拢咧看。第二，迄个属灵的投资比时间更是需要有时间跟耐心的。咱要培养一个人伊的性命，咱需要有真久长的迄款安尼陪伴，所以咱需要用真久的时间来为着咱的细囝，为着咱的安尼你的属灵是包括你的属灵的儿女，你为伊来祈祷、来陪伴、来教导伊。所以咱毋是干那用讲的，咱是真正爱行出来做互因看。可能有当时咱的迄款安尼。迄个性命，毋是讲安尼马上立竿见影就法度看见成果，但是当咱安尼一点一滴伫遐来陪伴咱的细囝，伫遐来甲因教导做互因看，这也就是我安尼不断伫遐咧讲着讲，咱的迄个，咱需要来安尼带着咱的细囝也好，也是包括咱的属灵的儿女也好。迄个叫做带陪放，什么叫做带陪放？就是你要引带伊、带领伊，搁过来陪伴伊，做互伊看，搁陪伴伊，安尼甲伊修正，毋是伫遐干那做互伊看，搁放手互伊，放手互伊做。伫咧做的过程内面，来去甲伊讲，你倒位做了无好势，会用有啥物款会通安尼搁修正，互伊会通伫迄中间。
但是咱今仔咱会通看见，今仔日伫咱真济的华人的即个父母，咱所画出来的一个现象是咱毋是放手互因做，咱是安那做，甲因做完，拢甲做了了。直到咱的时势，伊无法度判断，伊无法度伫咧做的过程当中，伫遐来学习，要安怎去修正伊的错误，因为拢爸母拢做了去啊。直到咱的囝儿时势，伫咧当因开始要去来去安尼去做判断、做决定的时阵，因家己无有能力。所以，迄个熟龄的投资需要着时间，甲着耐心伫遐来陪伴，咱就会通期待看见迄个你原地本地所培养的迄个小树苗，伊要发芽长大。前几工无孙娘伫咧阮圆山的厝伫遐发现家己迄个鸟仔种的种2丛的芭乐树啦。一丛发甲差不多50公分，一丛差不多只有发差不多安尼30公分。无孙娘就讲安尼好，要甲刷栽看会讲安尼个种较好势以后会用芭乐通好食。结果就2丛咱甲挖起来了，就甲刷栽去种。迄丛50公分的，安尼种落去安尼香香啦，叶子安尼，但是拢无打去，安尼小可，但是安尼就是甲我交代讲，你爱逐工甲浇水，好。迄个30公分的，一种落去无偌久，叶仔就打去。我想讲这些安尼包死的。但是，这就是我即摆要讲的。我伫咧迄中间，我无有任何的迄个累积，我就底下讲，我还是继续的给你浇灌希望你能够活下去。昨天昨无孙娘去看，伊足欢喜的甲我讲，你知影无？你讲迄丛差不多是死去迄丛伊即摆咧发芽。感谢主。这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讲，咱有当时，咱会感觉讲这个那就无效去啊。咱是毋是有伫咧中间欢喜伫遐继续来浇灌，继续来陪伴，互迄个原地本地看起来，那亲像没有结果了。咱到底是怎样用放弃呢？是伫咧中间，咱伫遐游玩，耐心伫遐来陪伴，来伫遐来浇灌。咱就要看见有无伊伫咧未来要来布芽，来甚至结籽。所以今仔日咱需要就是爱有迄个伫咧咱的不管是伫咧咱的细囝也好，伫咧咱的熟龄的即个儿女也好，咱拢爱有迄款安尼欢喜来对因来做迄种熟龄的迄个投资。个迄个属灵的投资是需要时间的，而不是安尼没有耐性。我们需要时间跟耐性，好好的去陪伴、去培养。过来一个真要紧的，也是咱即马咱伫咧陪伴咱的儿女的时阵，就是咱着将囡仔带到上帝面前，毋是只有干那带到伫上成功的面前。咱拢期待囡仔安尼成功。这拢是人之常情，但是，搁一个搁较要紧的，咱若无将咱的囝儿时势带到上帝面前，就算讲即个囡仔伊落尾手看起来是成功，落尾手到尾啊就是迄个成功到尾啊会成为泡影，甚至怎就讲到最后在手上的成功到尾啊，落尾手变做安尼一盘散沙。一个真正的成功是伊是敬畏上帝，伊会晓将一切荣光归伫上帝。
伊真清楚知影讲，伊所做若毋是上帝为伊固守，就伊所安尼领受着迄个成功，有可能真紧就来安尼诚做泡影。咱伫咧今仔日咱即摆即个世代会通看见有偌济人，安尼原底本底那亲像是安尼一帆风顺顺风顺水，但是咱会知影一夕之间，他所拥有的就完全成了泡影，是安怎？因为无上帝为伊固守，所以弟兄听即个亚底代甲着即个拿玛的即个对比，拄仔咧提醒咱，一个老母的迄个影响是可以是安尼讲叫做讲，伊有可能是会通讲是可以建造的，嘛有可能是拆毁的。介在伫咧老母，是安那毋是老爸，因为老母甲着囡仔的时间搁较长。老母对老爸对囝儿的迄个影响是搁较大的。咱若看伫咧以色列以色列的即个，咱若对圣经来看，咱就会通知影，以色列人号名是啥物人咧号的？是老母是母亲在取名的不是父亲你就算讲加塞勒约翰，伊出世的时阵，伊的老爸是人要甲号名的时阵，是先问啥物人？伊的当然当初是伊的老爸，当阵无法度讲话，但是伊的老母讲伊的名爱叫啥物名？人甲伊讲安尼问老爸，老爸讲伊爱叫约翰。所有伫咧以色列，因是安那？因迄落，这牧师之前嘛捌分享过。以色列人因像讲，如果说是异族的婚姻，异族的婚姻，若是亲像讲，美国人娶以色列的查某囝，安尼即个后代会通成做以色列人。但是若假使是迄落以色列的后生儿子娶美国的查某囝所生落来的囝，是袂用成做以色列人。迄个因真清楚知影一个老母对迄个囡仔的影响，过来就是迄个所生出来会用真正代表因即个规个即个即个族群。所以咱就通看见一个无共款的迄款信仰的观念，会带来一个无共款的迄款安尼的民族。一个敬虔的老母会通安尼兴起，亲像约西亚王安尼迄款安尼的性命，佮迄个偏离上帝的结果，就是有可能带来亲像罗波安迄款安尼的迄个后果。所以今仔日毋是干那只有老母，是每一个属灵的长辈爸母也是老师，拢伫咧影响咱的下一代。所以期待咱会通选择，会通成做迄个将人来带往伫咱的主的迄个人，毋是迄个带离开将人安尼带离开主的迄个人。求主帮助咱，透过今仔日母亲节，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想，安尼咱对咱的囝儿也好，咱的属灵的即个咱的儿女也好，咱到底带来什么款的影响？所以咱会通搁一摆来回想，伫咧咱的日常的生活中，咱是毋是有活出一个会通互囡仔，也是咱的时势会通效法的迄个信仰的榜样？咱是毋是伫咧厝内有建立迄个固定的迄个属灵的迄个习惯？亲像包括祈祷也好、读经也好、敬拜也好。过来，咱是毋是有重视
咱所重视的到底是迄个成功金钱地位，是因为咱所重视的这个价值观，至到影响着咱的囝儿时势偏离上帝。咱是毋是愿意将咱的囝儿完全来交托伫咱的上帝，互伊做互上帝来成做伊性命的主？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所领受，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想，咱所选择的，搁咱所活出来，要会通安尼影响着，毋若是干影响着咱的家庭，嘛要影响着咱，甚至影响着规个国家，拢有可能。咱毋好想讲我们没有什么，但是有可能伫迄个适当的时间，上帝影响力照着咱每一个伫咱在座遮的老母，咱要影响着，甚至毋是干规个家庭，甚至规个国家，拢受着咱的，因为咱的信仰来致到有一个无共款的结果。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咧即个母亲节，互阮会通搁一摆来思考、思想老母的角色甲着影响。主啊，你将性命来交托伫家庭，托付互即个家庭，也将属灵的即个责任交托伫父母的手里。求主你帮助每一个做老母的，赐因对你来属天的智慧、甲耐心以及信心，互因会通伫咧日常的生活中，会通用着敬虔，成做因的砖头，用着听甲真理来教导儿女。主啊，也求主你医治遐个捌受伤，也是伫咧成长的过程内面欠缺模范的迄款安尼的心，互因。互主你会通亲自成做阮生命的即个父母甲着牧者，愿阮每一个人拢会通诚侪敬畏你、荣耀你的见证人，将信仰安尼会通一代一代来传承落去，互阮的家庭、主你的教导、你的教会，甚至规个社会，拢因为你的名被高举来得到福气。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祷。阿们。这是请咱同心因此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502首，圣诗502首。主将世界交代咱，请咱起立来因传手。主将世界交代咱，爱咱甲因手来牵，父母做主好帮衬，囝儿活可心平安，信仰道路爱来赞，拜母随因好模范，天家的现的拜尊，也主正路免操烦，因大圣经上基督，我命真道人真恶，是客少良尊的，美丽家主三个人，是对主少年时，信仰高老无偏离，全家为主当脚步，欢喜好塞行天路。请咱永远徛的，同心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
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粪场吊倒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互因父，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庭。伊要对兄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共的教会，圣徒的相通，随圣灭，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这是咱当时来属于奉献。请咱起立来因施奉献的歌。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既然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阮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了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我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脚的。我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毋望长长伫咧。耶和华，阮的上帝，万物拢对你来，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大家请坐。这是家咱当心来感恩奉献，请李恩信长老、吴承安执事来书献。请咱起立来因奉献的时光。我
是咱重新来读本周的经句，记载自《列王纪下卷22章第2节。咱先来读台语，搁读国语。哦，先来读台语。伊做上主看最好的事，行伊祖先踏笔的路，无偏左，无偏右。哦，换打国语和合本。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先大卫一切所行的道，不偏左右。列王记下第22章2节。好，那报告事项，报告以前先介绍那个本周的新朋友，林慧珠姐妹，欢迎。林素珠，白姐，林素珠，林姐妹平常住在南加州，回来探亲是不是？哦，宜兰啦。OK。河湾。好，欢迎欢迎。有无介绍的新朋友吗？有一个比较久没看到陈启，我看陈启回来了，在台中念书的陈启，不是新朋友，但是对代表难得回来。帮师母庆祝。我大汉查某囝甲我的囝婿，婉婷牧师。哦，你看，没看到。专刚来宜兰庆祝母亲节。哦 ，OK， 好，欢迎。那先赠送母亲节，先报告。先赠送。哦，现在请那个我们要赠送母亲节礼券啊，那请妈妈请母亲先起立，然后由青少期来致赠。请咱做老母的，包括怀孕的吼，拢徛起来。请咱所有妈妈拢徛起来吼，有做老母的吼，是你55岁以上的吼，55岁包括吼。叫咱迄间开会的时阵决定吼，如果你是单身，但是55岁，一样也有这个，因为你是在教会里面成为别人的属灵的妈妈。这边还佫有徛咧，也未摕到咧，这边。来，这边还有，这边。好，谢谢青少期。好，再掌声谢谢我们最辛苦的母亲们，谢谢，母亲节快乐，谢谢。好，来报告事项，就是第一点，就是本主日为11奉献暨母亲节主日，请我们用感恩的心奉献，回忆上帝的恩典，并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第二点，下主日为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院长是吴玉梅主任秘书前来请安正道。第三点，30日礼拜六下午2点，于大稻埕教会举行吴圣德牧师告别礼拜，请兄姐为牧师娘及3位小孩关心代祷。第4点，7月15号到19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本会针对国小1年级至6年级学生举办暑期营队，费用每人800，5月底报名有优惠，欢迎报名参加。第5点，全年度每日读经进度表。更正5月23圣经公会提供读经进度，请兄姐自行更新。那肢体消息请大家自行过目。那会计或奉献报告，如果有错误，请向同工反映。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歹势。等下咱迄个礼拜刷了，要请小学员以及建堂委员会的委员，如果有时间咱要去。看一个所在，迄个
场所是毋是有适合咱伫若咧开始要建堂的时阵，咱要刷去迄个所在的一个场所若时间巧合会好势，就同齐来去看安尼吼。以上。好，这是遮咱做伙来因祝福的诗歌，圣诗第402首，滚石主，你因带我脚步，因此带遮无事来祝祷，遮咱起立来因祝福的诗歌。阮就是你带我脚步，若无我家己来行。阮求你甲我带个无好，假使我仍然欠你是啥，赞我答你遵守你诫命，好我伫暗中。恳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无好，假使我仍心欠你是啥，但我答你遵守你诫命，好我伫而且祝福天顶天的遮的老母，愿恁的容貌亲像汉娜共款优雅美丽动人；愿恁的家庭亲像闹米，充满喜乐甲福气；愿恁的光芒亲像以斯帖共款，真侪希望的星来照亮恁的家庭；愿恁的生活亲像阿比该共款。充满喜乐，愿恁的一生亲像所罗米共款宁静平安，愿恁的性命亲像玛利亚共款献上一生的敬虔。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性，佮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必会。